中部的百货业者呢，顶半年度上大这个促销战开始啊，有百货公司呢庆祝30周年，讲有这个特斯拉电动奥多拜、电动汽车通溜，另外联手推出独家的赠送品的这赠送礼的应件，和中部的百货公司是闹热滚滚。 马道展览高水网界商品，有安全帽啊、温板、防水珠啊、含茶啊，高水图请大家注意。为了迎接中台湾顶半年上大冬季的促销战，首个含有100万人气的网架猫啊，则会推出独家商品。 中台湾百货促销展一样是全台湾上早开始杀，照过去促销内容有专管满清300，其中中央百货迎接30周年庆，头一摆祭出抽奖，重点卖放伫咧关介绍的居家精品，举办15大品牌展览会，要来抢好业人生理。百货业者普遍认为疫情有控制住位，如果今年业绩袂歹，若关物料起价，就惊钱会变薄，化妆品敢会变贵。因拢讲，即摆还阁伫咧看，毋过未来一定会起价。 建议民众会当趁促销季进来捡实惠，看样咧做工课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